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Redgrade Design 設計師 Alan。今日帶大家嚟睇一個新樓盤，南昌維港匯584尺一個單位。入到嚟屋內左邊咧，我哋做咗個法式嘅高身儲物櫃。咁門面咧利用咗大量嘅弧形線邊設計，下方咧有櫃筒拉出。咁同時間咧空格位置咧就放置一啲小型物品嘅可以。打開呢個櫃門，附住一啲門外常用嘅掛衣區位置。咁門框咧我哋做咗一個大拱形嘅門框喺度嘅。咁聯繫到整個客飯廳咧，都有一個法式氛圍喺度嘅。入到嚟客廳，我哋做咗一個對稱嘅法式嘅儲物櫃啦。咁背後藏咗啲燈帶喺度嘅。開咗燈之後，呢個電視機櫃背後嘅藝術漆會更加突顯紋理。嚟到呢個中間位置，我哋隱藏咗一個電動嘅投影幕。咁去到晚上就係戶主嘅私人影院啦。飯廳我哋做咗一個移動式變形嘅餐台，咁都帶有一個儲物嘅功能。咁戶主喺度食飯、飲杯咖啡都幾舒服。我哋將所有家具設計到線條圓滑，盡量隱藏所有雜物。影院、用餐、日常3合1。廳嘅右邊就係一個戶主嘅獨立書房，靠窗位置咧，我哋做咗一個工作寫字台喺度嘅。咁一樣咧都有啲儲物嘅功能。咁側身咧，我哋做咗一個高身大型嘅儲物櫃。嚟到呢間咧就有一間客房嚟嘅。按戶主嘅要求咧，我哋將床咧升高咗少少嘅，咁可以容納一個大量嘅儲物空間喺度嘅。咁側身咧有個儲物櫃，同時間一個掛衣嘅區域。嚟到主人房呢個位置，我哋做咗一個6尺嘅電動升降床。咁背後呢個牆身咧特別咧做咗一個金屬紗面嘅藝術塗漆。咁配置翻呢個壁燈啦，同埋頂部咧我哋釘咗啲花線喺度嘅。延伸到衣櫃頂嘅燈槽，我哋都特別做咗個法式花線。咁整體都打造一個乾淨利落嘅法式氛圍感。呢個家乾淨優雅，每一寸都係為咗戶主生活而設。我係 Redgrade Design 設計師 Alan。如果你哋都想有呢一個設計，可以歡迎 DM 我。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